总统赖清德昨暗表示讲，苹果核二、核三厂来停放，这引起议论。赖总统今日搁再说明，讲会检讨核电是因为用电增加、减碳有压力，也搁有电政治三大因素。强调讲，爱确定这个核能有安全，核废料有方法处理，社会有共识，这个核电厂才有可能来停放。也在野党是质疑赖政府对核能的这个立场改变，也要求因呢要求执政党针对进前的政策有错误来核实的，呼吁政府爱赶紧修正能源的政策。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苹果定启动核二、核三厂，引发舆论议论。赖总统日搁再说明，检讨核电是因为用电成长、减碳压力加地缘政治三因素，也搁再讲到针对是核安部问题，核废料有解决方案，甲社会有共识。台湾的电力供应是稳定的，但是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情势，人工智慧时代，建制算力中心所需要的电力都超过我们原来的预估。非核家园的目标，在去年5月17号，核三厂2号机停转之后，就已经达到。赖总统强调，废核工目标已经达成将近1年，好令背离民进党创党理念。赖总统讲，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了后，行政院回应民意要求，和台电甲经济部提出对核二、核三厂重新启动申请。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台电27会甲核三厂的搁再运转计划送核安会审查，尊重核安会最后决定。最快要有核安会，它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整个台电送出的再运转计划以及自主安全检查的审查的程序？我希望它能够在程序当中有效率的来完。地方上这边的诉求就是说安全、安全再安全。核安会主委陈明真进前讲，若台电报告完整，核三有可能2028年重新启动，核二厂因为相关作业较慢启动，上紧要到2029年。在野党质疑政府对核能态度改变，不过也呼吁应该赶紧修正能源政策。我们希望民进党政府正式放弃反核的这块神主牌，面对台湾过去在民进党主政下错误的能源政策，现在赖总统面对现实事实，也面对能源危机，重启核2、核3，这是对的，我们要给他肯定。不过，全国废核行动平台发出声明，批评赖总统违背过去竞选所讲的无认真看待核安检查的专业性，指出基于地质风险、牢固基础加核废料困境，核二、核三厂无应该搁再运转，能源转型无应该倒退。记者综合报道。